好，翻嚟醫生會客室，繼續有我嘅老友風濕科嘅專科醫生何志醫生，繼續講呢個風濕病嚇。咁上一節嚟講，何醫生就講咗如果有病嘅早啲去醫，同咧就係風濕科同皮膚科咧都有啲好多密切嘅關係嘅。咁嗱喺嗰個嘅治療嚟講咧，其實喺治療呢啲風濕病嘅時候咧，最困難係乜嘢咧？其實困難嘅點有幾個地方嘅。咁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好多病患咧有咗呢個風濕病咧，譬如關節痛咧，好多時都唔能夠去到正確嘅地方去求診嚇，往往咧求助於一啲保健品啊，或者係一啲咧即係非傳統認可嘅治療，咁導致到咧關節破損咧嚟到嘅時候咧已經係關節變咗形，咁有時睇到都好心痛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問題，就係病患者嘅認知走咗好大嘅彎路。係啦，咁完全就冇辦法早診早治啊。另外一樣咧就係咧，當患者嚟咗接受治療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有而家比較多嘅新型嘅藥物啦。咁但係而家呢啲咁嘅藥物咧，其實就喺政府嘅藥物名冊裏面好多都係冇包括嘅。咁所以好多時咧，雖然有藥物係幫助到個患者，但係好多時咧都礙於即係種種嘅原因咧，未必好及時咁俾到個病人。咁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難處啦。係啦，最後一個難處咧就係咧，有時患者咧都過唔到自己嗰關嚇，反而咧有咗病之後咧，好怪責自己啊，又諗下點解會病啊，反而個擔心咧加重咗個病情，所以就有三樣嘢，呢三種因素都係風濕病特別難處理嘅。嗱咁啊，當然即係我哋喺嗰個治療嘅選擇嘅藥物裏邊嚟講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臨床嘅數據要依賴佢哋，係令到我哋可以即係俾啲病人使用啦。咁其中我好留心聽到何醫生講嘅咧，就係佢話就係即係早病就早治。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嶄新，但係對於好多嘅免疫系統有關嘅，特別係風濕科病嘅病人嚟講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概念。咩叫早病早治？即係我哋叫 switch off and switch on。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咁重要嘅一個關卡咧？係。因為其實咧，多數嘅風濕病咧喺發病咧到去導致到一啲關節破損啊，或者一啲內臟器官嘅損傷咧，其實需要一段時間嘅。咁一般嚟講，譬如以類風濕關節炎為例咧，如果能夠喺發病嘅1年之內咧，能夠俾到足夠嘅藥物去治療咧，呢個患者第時能夠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啦，同埋能夠第時能夠減輕佢藥物呢個機會都係大大增加。咁呢個咧，我哋有一個咧就英文我哋叫做即係 window of opportunity 嚇，中文可能係黃金期。如果能夠喺發病到破損嘅情況之下咧，及時咁治療咧，個患者個預後同埋第時嘅情況係大大唔同嚇。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破壞喺初可能我哋都不以為意，或者覺得嗰個症狀唔係好嚴重嘅時候，可能嗰個破壞咧就會造成一啲不可逆轉。呢個就係可能係咪就係何醫生你想講嘅嗰個早病早治嗰個？完全係啦。咁喺我哋整個呢個咁嘅治療呢啲咁嘅免疫系統病啦，頭先你講過有濕疹啊、牛皮癬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啲關節炎嗰度咧。咁其中有啲乜嘢嘅技術嘅樽頸咧，我哋突破咗咧？以前咧喺即係可能喺1960年代嘅時候咧，就最初係消炎止痛藥啦嚇，已經係緩解咗病人一部分嘅痛楚。咁到咗後來咧，就有呢個類固醇嘅發展，但係類固醇雖然見效快咧，有數之不盡嘅副作用啊，糖尿、高血壓、骨質疏鬆、骨枯嚇，啲患者好多食到咧都真係食到怕。到咗8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傳統嘅一啲風濕科藥物，但係呢啲風濕藥物咧經肝腎代謝，同埋好多時咧會有其他系統性嘅副作用，令到啲患者一係咧就係因為個肝腎副作用而唔能夠使用，另外咧就係咧可能係因為其他嘅副作用，可能係甩頭髮啊、口爛啊而用唔到呢啲咁嘅藥物。到咗咧2000年之後咧，就陸續有呢個生物製劑咧係去標靶部分嘅發炎因子去使用嘅。咁到咗呢個2010年左右咧，甚至有呢個小分子嘅標靶藥物咧，係針對一啲發炎嘅我哋嘅 pathway 啦嚇，個發炎嘅機理咧去控制嘅。咁呢啲地方我哋見到咧，風濕科咧差唔多喺呢每10年到20年咧都有一個好大嘅進展，能夠去處理到一啲以前係完全處理唔到嘅病人。關於呢個小分子，我相信係全球嘅所有嘅醫療嘅科研上面嗰個一個趨勢啦，因為佢可以好精準地去去猛打嗰個病灶，而令到嗰個嘅病嗰個發展嚟講咧，咁可以終止嘅。咁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概念嚟嘅咧？小分子標靶藥物咧係一個咧比較嶄新嘅推出市面嘅藥物嚟嘅。一般嚟講咧，我哋細胞表面咧就有4個呢啲咁樣叫
Jack 嘅受體 ，Jack 1、Jack 2、Jack 3同埋 TYK 受體。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啲嘅受體咧，其實佢咧去相應係佢細胞裡面嘅一啲信號系統咧係千變萬化。換句話嚟講咧，我哋透過改變呢啲 Jack 嘅小分子嘅抑制劑咧，就能夠咧去調控我哋嘅免疫系統，而能夠調控到嘅步驟咧係嘅疾病咧係千變萬化，包括可能係類風濕關節炎啦，可以係銀屑病嘅關節炎啦，可以係銀屑病啦、濕疹啦，或者甚至有啲發炎性腸炎啦、甩頭髮啦嚇，都可以咧俾呢啲嘅小分子抑制劑係幫助到。而我哋點樣去微調呢啲嘅小分子嘅結構咧，就能夠幫助我哋咧去針對嗰啲疾病去處理啦。咁樣係。嗱咁啊講起呢個小分子啦，呢個咁嘅 Jack 嘅咧，其實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元素。頭先你講過好多病都好似係關呢樣嘅呢個小分子呢個機理嘅事嚟嘅喎。咁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治療嚟？佢點樣可以扭轉咗我哋嗰個嘅發炎機制咧？一般嚟講咧，小分子咧，我哋可以經即係口服啦嚇，經吸收之後咧，就會作用喺呢個細胞表面嘅4個受體 Jack 1、Jack 2、Jack 3同埋呢個 TYK， 而佢下面相應嘅一個信號系統咧就叫 STAT。咁 Jack 同呢個 STAT 相應系統咧，就能夠影響晒所有細胞關於發炎嘅蛋白啦，同埋一啲免疫因子嘅表達嘅。咁所以透過控制呢一個 Jack 同埋 STAT 嘅機理咧，我哋就能夠調控好多嘅風濕病，同埋包括皮膚病啊，甚至其他嘅一啲免疫系統疾病咁樣咯，係。似乎喺嗰個 Jack 嗰個嘅概念嚟講咧，似乎我哋已經揾到嗰個即係所謂我哋好似疾病嘅源頭咁樣，然之後我哋將嗰樣嘢咧去扭轉咗佢咧，就可以逆轉咗嗰個整個疾病嘅發展，係咪咁樣咧？會好有效咁去調控到個疾病，係啊。好啦，所以關於未來喺整個嘅風濕科嗰個嘅治療，或者係對於呢個風濕科病人，仲有啲咩希望嘅？我哋下一節醫生會客室繼續請何志醫生繼續同我哋分享。